恁个要来摕保障哦？对，我就是来给你的保障摕了了。哦，暗声。啊，摕了了啊！真有气势咧哦！大家好，卡地专台这个走跑跑探险新手家族卡非常勇敢的王一家。本人啊！你就是王爷高本对人。啦，哎，一直弄咧。我不要为熊了不起的比赛来的出现吗？我感觉这个这高水咧，伊摕一批乖啊！哎，我跟你讲，伊逐届拢会去采访个台湾各地这有特色的人事物。我跟你讲哦，顶一届迄个金针哥哥甲阿狗，咁甲咱采访，啊讲肥八宝宝拢无啦。嘿啊今仔日会甲这一定是要来甲咱采访的。哦，真好真好，来，给，准备者，准备者。咱今仔日吼来到足有名的大型号，是足大尊的就是大型船长。船长韩多路够大炮，唔免想嘛，知影一定会有足济宝藏伫咧船顶。大家敢有想要看到？行。讲到宝藏，有几个最重要的人一定爱讲到。最重要人，来，嘿，就是咱的探险队。那是咱啦！你敢当自我介绍一下？保障一定是咱。叶家姐姐你好，我是秘密队长。哎，小朋友，咱看头前大声讲出咱是什么队？我是两岸高校温色大队。哦，自我介绍你是？我是尤欣，我是阿恩，我是玉琪，我是安硕。各位探险队员你好，头一遍来到大型号，可是足紧张的。超紧张，足紧张的啊我是白大虾，我足笑亏啊，大家都足加油啊！我是现老船长，我引导，啊，搁就在前对。我袂紧张。歹势，阮即摆咧访问，你敢会当较细声，互阮讲话者？对，访问对啊，好啊。小朋友，咱看这镜头，讲恁敢会紧张？敢会？伊叫咱看镜头，嘿。淡薄啊，袂紧张，淡薄紧张尔，嘿。那紧张。你好。阮即摆咧访问咧，小朋友，一直甲阮叫了，恁有啥物心情无？我互人尊重，无尊重人啦！伊讲咱无尊重，咱先过来。咁伊讲咱无尊重敢呢？啊来，咱的船长就是甲咱采访无咧。是咱兜呢。系啊毋。是，啊是讲恁三个人无互人访问，恁感觉心情就无好诶，有淡薄不准，所以恁伫讲话想要引起阮的注意。恁若是感觉有淡薄悲伤，我是想讲你会当讲出来，讲出来心内较好过啦。我想着我之前有看过吼，有人讲悲伤有分做5个阶段，第一个阶段就是唔承认。啥物唔信任啊？啊，啥物悲伤？哪有可能这件代志？啊，无采访就无采访，其实咱也无偌重要啊，对不？就是讲的。第二个阶段就是生气。鱼公伯啊，是安那？你是感觉我做了无好是毋是？你感觉咱拢无价值是毋是啊？生气了后，就会入去后一个阶段喊苦。我跟你讲，早就知影莫互探险队美败。伊若是无美败，叶家姐绝对甲咱采访的啊，甲咱会采访咱呀，对不对？你是讲的哈。再来后一个阶段就是不准。洪小姐，白大虾，你有感觉确定啊？不准了后，就会入去上尾要一个阶段接受。其实哦，我感觉咱无用采访其实袂要紧，咱会当针对咱家己的缺点去做补强，咱家己就会愈来愈好。哦，而且咱来继续拍拼，总有一天一定会去互看到。来，进2、3，加油！看到你安尼为悲伤你行出来，哦，替恁足欢喜的，恁做了足好的呢。真正足好的哦。是。因为我感觉今仔日虽然无用做主角来采访，哦，啊，不过我感觉我的心理加足健康呢。因为咱人生的这条路非常的长，有起嘛有落。咱通有家己一直伫悲伤内面接受迄个悲伤，嘛是一种对家己好的方法。哦，过程啦。对，迄是一个过程。所以今仔日非常感谢咱的队长，也加姐姐，还有咱的探险队，是陪咱
行过悲伤的5阶段。是。啊，这欢喜无来，咱就来摕宝藏啦。会用的。哎，好啦，拢准备好未？好。来哦，准备这招，赢来噶！做火球进步，守卫队员爱合力控制球啊大球，看球上尾落落去迄个几号。另外一位队员就要向前踏几步，而且回答出共声母的字。阮的船员卖伫咧珠仔塔内底，甲恁斗相共哦，嘿嘿。好，一开场头先叶阮就讲要教我啥，提了了。对，要你的宝藏。保重提了了，这样有信心无？啊，内面呢，拢卖甲斗相共。爱斗相共。讲有啥物话要对内底的人话声哦？卖搞你盲色的。卖你盲色的哦，还搞你盲色的哦。哦。我是你红色专门科的你专门科的啦。好，伊的气色真好，啊，不过实力啥款的？安怎摕大片？惊5架一块大片，惊10架就2块。来哦，准备接招，准备。来好起啦！会用草嘛，用直接来害的。来哦，金互伊知影什么叫做红色的，红色就是 red。互伊知影。哎，你袂当拖阮的时间啦！哎呀，一步。买用的。TH 是讨有啥物事？讨鱼水。来，哎呦，真有信心哦。领导。按下我听不。慢点。水啦！白色红色的。逃啊！好起啦！我会紧张呢。马记，你加油，尽量讲好啊。讲台语。3分2、3，这日本对。日本。好啊 ，bonus 来啊 ！bonus 一定爱加咖喱，也是加沙加有准绳。好来，好起啦！拜托，你用头，拜托。来啊！无。哎，你开扑克牌，两分。啊！来，1、2 TSH 吃 bonus 哦，吃有啥物？吃有啥物数？错坏对，哎呀！记了，哎，拜托。是啦。哎，恁跳你就大声啦。你袂使听阮的啊。你在搞乱啊！哎，两个。两个哦，好，1、2 P 是波。好起啦！都开票啊！26票啊，歹哦。好，你看票，快开！啊歹，一包买用的啦。PS 是吃有啥物事？吃。加错。对了。什么意思？快！顶出来！一包 TSH 是吃。错，只有错。菜，拢是真济啊！行到第9届，有一块大片，佮加上 bonus 2块，请听。你去摕。来，第3大声念出来。会当加1分啊。好，再来。好，你哦，较细哩。哎呦，哦，昂子，好来下。马祖一战。哎呦，表现了袂歹哦。歹哦，最厉害诶！真过来去拼啦，对啊，拼就有机会啦。咱就秀起来。是。压力最大诶。后一关哦，来，准备接招，赢来个！总讲一句，两个人甲动物看转去因厝的，另外2位就会当看题目做句，伫网啊夹起来进前，看你会当完成几题。要摕宝藏，绝对毋是戆人想的遐尔简单。喂，听讲你有一位小朋友，伊研究气候是倒一位？我。哦，休气哦。要安怎啊，那会想要研究气候？
啊，就感觉伊甲咱的生活有关系啊。生活有关系哦。啊，你会大家安怎研究？啊，是对什么款的天气特别适？风台吧。风台哦，风台通常拢是七八月较济，六月、7月、8月较济。对啊，1月到12月其实拢会有啊，可是今仔日就今年就是较济安尼。今年较济啊，哦，为什么会安尼？地球呢愈来愈烧啊。愈来愈哦，愈烧啊。来愈烧就是啊！迄天顶佮加上今仔是今年是安尼反射音安尼。反圣音啊，今年有这个反射音的现象。哦，反圣音的现象，所以伊是真正有在研究在看的呢。拢知影呢。来哦，甲动物赶转去哦。2地1块大片，3地才有2块大片。听一位，哎，小朋友位注意吼。来，准备接招，停来噶。哎，较轻呢？加油啊！加油！哦，会用会用。你搞啊啦！哦，较轻呢，较轻呢。来这边。老妈，公加油哈！有看到了吗？有看到吗？加油！有啊。上去上去上去！讲，安怎抓准安怎？我掠准你会晓看电视，佮会晓拍电动。好，胜利对啦。这边，接。手机，阿比啊，做迄是上较贵啊，你会较乖的哦，吼。平常时无较早转去的吼。你嘛是一个挑战的其中一个。来，无去哩，阿伯，无去哩，无去哩，嘿，爱去哩哦。你头搁你的涂骹无算。对，规身躯拢爱去哩。哦，这有够困难没？对。咱家已经摕起来啦。好，小明，加油！哎，咱来一个已经躺起来，我们这无错吧？无啦。好啦，大发慈悲啦，两个客起来啦。哇！小明来接。来，车哥。会晓安怎？搁会晓安怎？耶！这个会晓看。会晓安怎？搁会晓安怎？唱歌歌会晓跳舞。哦。哎呦，对，好乖。对。嘿，这个姐。哇，我今天跑，小朋友来接。请讲。哎呦，有心甲野酒练，虽然伊有心，佮会使野着咧。应该是会使啦，只是哦有淡薄危险啦。嘿，好啦，胜利过啦。哇！安怎抓准安怎？我掠准你头脑就好，结果你的考试无半分。头干你哎，伊头脑真清楚呢。就啊，搁有无？我掠准你做缘投的，无想讲你其实无遐尔啊，无我想的遐尔啊缘投。你是咧对谁讲？这句话有火药味哦，有火药味。尽量讲，我就最欢喜啊。好啦，3题2块大片，啥题？来，开什么一题哈？大小量出来，你摕啥？摕两题。围殴。会哦。啊，搁一题。来，过来。手。干嘛？手，干嘛？好，来。大咧后大边。吉利。好。对哦。好，来哦，上尾关啊。好，到底第3关会摕到几块大片呢？准备接招，停来个！啥人无同款？这关互恁来到阮的尊元对战，一人抽一张题目，其中有一个人的题目会甲别人无同。虽然形容家己的题目了后，最后甲迄个无同款的人掠出来，嘿嘿，含嫌对，恁敢有阮这干巧？啊，我是讲，恁敢有阮这巧啦？小人无共款呢，到底是什么人？要安怎算，大家拢知。啊，毋过嘛是爱小可讲一下。对。好，你爱讲着家己，勿爱受着别人。真紧，互看破骹手的人，迄个人，嘿嘿，就去用长出来。啊，了解哦。了解。请 Q 牌。来。丢一丢。就一张。到底是什么款的题目呢？袂当互别人看到哦，哈，啊，家己看哦。来，是你的。好，要安怎摕到大片？赢过1分1题，赢超过2分以上就2题，就是这样简单。好，
第一轮第一位，请讲。有一种交通工具，交通工具，交通工具，好，是一种交交通通工工具会用的啦。具。好，来第二位，请讲。地路的顶管，伫路顶管。路的地路的顶好啦，管，交通工具伫路顶管有共啊。好哎好，好来第三位，请讲。会当一届足侪人坐。好，水。遮侪这个人讲法我接受，真好。刷落来这位洪小静，请讲。那是台北人上下班会用到的。好，来咱来整理一下。第一轮第一位讲的是一种交通工具，第二位是讲伊伫马路顶管，第三位讲的是一届通坐真侪人，第四位是讲台北人上下班拢会定定用到的。刷落来，随来进行第二轮。第二轮第一位，请讲。直接出去耍，会当坐这出去耍啊，免讲对啊因为交通工具其实拢会使。迄会用的啊。好来，当直接出去耍。来，第二位，请讲。刷落来，随来进行第二轮。第二轮第一位，请讲。直接出去耍，会当坐这出去耍啊，免讲对啊因为交通工具其实拢会使。迄会用的啊。好来，当直接出去耍。来，第二位，请讲。爱有司机，哦，爱有司哎，机。司机这最重要啦。第三位，请讲。这交通工具顶面有广告，顶面会有广告。顶面会有广告，哎会有哦，有会用的有符合。公告，来，广告有啊。上尾一位这交通工具顶面有冷气，有冷气，哦，哎小会用的啊，啊。足快，啊，毋过有符合吧？有。来，小想看卖，啥物人甲你无共款？我即摆要来复习一下恁头先两轮所讲的。是。第一位，伊所讲的是一种交通工具，啊，会当坐这出去耍。好，啊，第二位是讲的，伊伫马路顶管，而且爱有司机。第三位讲的是一届会当坐真侪人，顶面有放广告。再来第四位咧是讲台北人上下班会定定用到，而且顶管有冷气。哇，我感觉恁又袂出来。看噶，想好未？好，到底啥人无共款？来，哦，吼，咱即马先来公布，像到底啥物人无共款？对。因为有3个人是公车，哦，其中一个无共款的是游览车。来，游览车请野手。啊，这我讲的哦，这我算的咧。哇，啊，你安怎发现是你家己的？因为游览车是会讲会使出去耍，坐出去耍，可是迄顶管无广告啊。啊，台北人上班嘛袂坐啊。哎呦，你有出来行的赞的呢呢。这位姐姐，这你是有咧算无？来，小讲者。无啊，因为讲我当做是捷运，哦，因为伊想要讲，迄落上下班拢有你坐，你是毋是想要讲较快？我感觉嘿，我想要讲较快，所以我想讲。感觉边安尼另外，是。迄个可能是捷运。好，来，啊3号，你斗你家己哦？为什么斗家己？我看见会当出去耍，我想讲游览车。安啊，你若无斗1号？无，我感觉讲因拢应该拢是迄啦。哦，刚刚家己无讲啦，你是其他人讲你家人无车哦。哦，哦。所以伊就斗回家己。啊，公车你咧？公车你若选哦，即个公车的，台北。台北人，你看上下班拢会坐，啊，公车毋是上下班拢会坐。嘛是啊。嘛是啊对对啊，啊。上下班嘛。好啦，来看卖一个啦。我比数是1比0，所以通摕一块大片车我听地。了，哎，一块就好啊。刷杯啊。好，好，来大吉利。我本来要改变。拢会用的，等下当刷位啊。
小朋友来家。好，五块大片敢摕到咧，现来个。哦，来了来了，摕到五块，叶阮摕5块有满意无？袂歹啊，袂歹啊，袂歹啦，袂歹啊，袂歹。哎呀，超过一半嘛，对无？有一半了啊。来，有要刷位无？稍微。我看完啊，唔免，应该唔免。应该唔免啦。免哦，你就照安尼哦，嗯，不要紧啦，背落无保证冇金箍箍啊，对无？对来，手啊放去，到底敢摕到保障咧？请背。哎呀哎呀， Oh my god！ 单脚。哇！小朋友看我哦哈，大家拢来当摕这个摕到一下咧，哦，趣味角啊！嘿，来来来，阮的礼物哦，这些角啊，拢出水的。来，乌点一只。咱今日的这个宝藏呢是趣味角啊，伊若是趣味角啊，可会当当做是豆片安尼，甲伊倒哦，哎呦，真无共款哦，等于试看卖啊一个哦。你嘛会使，无一定爱是乌碟啊，你会使家己变啊。哦，到家己想要爱造型。哦，袂歹呢，好爽。今日参与落来心情啥款？简单分享一下。真欢喜啊！敢欢喜哦？好啦，你欢喜，阮嘛就欢喜的啦。啊，你心情啥款？拄则就紧张的。对啊，紧张啊。想讲，安那查一书啊？你是讲你算的过程，还是你背的过程？背过你。背的时阵哦，真紧张。惊惊。好，啊你咧？啊阮你的心情啥款？背时背的时阵安怎？紧张，紧张，紧张。惊惊。叶阮诶，你一定足侪话要讲的，今日爽的就趣味的，做咩？生个就欢喜的。嗯，就是后盖过去，好做对过来。所以，多谢你。哦，这小朋友真正，互咱感觉足大心的啦。老讲话，嘿，所以咱继续研究台语，我们继续研究关卡，是。互恁来如何胜，你讲好唔好？好。恁真正是非常了不起。我小爱。